好啦，呢個錄影係伊莎野巴士由葵芳南巴士總站去東涌新發展碼頭嘅行車片段。但母親節去完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好啦，嗰度有得送康乃馨花，每人只可以一支啫嘛。跟住觀塘，我去觀塘裕民坊摩音女團嘛。哇！惠盛西邨長盈公園好舊㗎啦。235安蔭村。
東村惠興海大同學校葵俊苑葵盛東村原來係葵興村石廣場
寸，好舊㗎啦。我教林炳源通我。
市鎮村。哎呀！哇！外面點解廣場呢個有咩？呢個如心廣場2期，呢個1期，呢個全新天地1期。哇！屌你老母2期，都帶那啲灣仔南上過海天橋，灣仔日本，嗰個叫做海灣，你入啲嗰個係海灣花園粉紅色嗰啲，你入啲嗰個叫海濱花園，跟住另外一個係海濱廣場。佢嗰個灣仔日本嗰個叫做炮灣啊嘛，佢海濱廣場已經唔再發展㗎啦。真如衝都得，健康正佳。哇！新星工業大廈。左邊啊！屌你老母最遠啊！南灣。哇！屌你老母，有一個去青衣南嘅對面長青村啊、長安村嗰啲咁撚舊，舊㗎啦嗰啲。貼我哋嗰啲係青衣城，佢上蓋係凝聚半島啊嘛。青衣城都係另外一個美嘅花園，跟住仲有嗰啲咩青雲苑係康和式居屋啊嘛。仲有白色蛙形動場型係長安村，跟住我哋個白色蛙形動場型係長發村啊嘛。仲有山上面嗰個咧長亨村啦。哇！全部青衣村嗰啲都見到啦。嗰啲有邊嗰個舊十字嗰個。嗰個叫做清泰苑啊嘛，唔停大經過見到啊嘛，好正常㗎。哇！長雲村。
係嘅話會整濕到呢個鞋啊。哇！呢個深水埗牽引變電站。哇！頭先嗰個小蠔灣龍運巴車廠，仲有漁巴車廠，仲有污水處理廠啊、濾水廠嗰啲。哇！呢度可以去到愉景灣，佢係先入繳費處，跟住到愉景灣隧道巴士轉乘站，跟住經一段山路，跟住入隧道，跟住先至出到愉景灣。右邊嗰個係小蠔灣地鐵車廠。
迎賓村 Intel Estate 迎賓屯，請緊於扶手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請緊握扶手。
啦。 The next stop is Chongqing Development Pier. 下一站是东冲发展码头。请感恩扶扶。Please place your handrail. 请紧握扶手。到咗時間68分鐘，今日個錄影到呢度啦。中意嘅話可以訂閱咯，下次見啦，拜拜。